常说的相反词，我们有个相反词，你哈拉登喊你的好，就好像说，mana能说古法那样的，你会它的相反是什么？无法发一样给它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来学习闽南南多古努相反词啊，努班扎米达好。好，那我们第一单呢是我呀单词练习，我们先从那个单字你领修闽南南喊努呀努米达班扎古说闽南南san努里布那是米领修san hai hai ta sekatusa lia lelu你说给他古pantai haya 简单句，pagkaaraw kamu ko haya ko kini asa sini mafanat kamu ni suar你在教 mana ni suar sanai 好，嗨，嘟嘟恩古信息闽南人读书人班在好，嗨，好，你说哈拉登 kita，嗨，umaan kinian cuma pacar fa ai kakuanan mapulong pacar au fede umaan kinian，你看到的时候，星系吗？还有信息哈，因为脑海里哈伊咕咕放哈，伊咕咕放起来啊，你 delete 过呀，做了你的班扎好，好有信息，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小谜题，还有很多有信息。好，你我能是古信息的吗？哈拉登你说古马安，你会联想到什么？信息的时候，马安，怎么不找发一个可能？怎么？喂，喂，好，你能喊得好？点名。点名好。米迪利赛，米迪利的好，学生好，米迪利的是那马来西亚国kami好，那mapana tu aku mitilida sa u situ anu pasawali ta mitilida han pasawali ku 学生好，nunyam asa syukuran situ anu nyam kesata sangat tengah satu tira ihya ho i kusko mitilida kuna rayo magusuan da 好，我们来揭晓谜题，好。好，我们再接着看下一句哈。那他等等了吗？来，等一下哦，我再放回去。来，都等过星系闽南南好，来星系，星系，星系，来老师哈，好来，米迪利在，米迪利在哈，或是什么西度韩文念哈，西度韩文念。然后你们在怎么读？你跨那个海岸山脉，连印度啊，你过还要你给公爱过，我都是，所以有时候我在怎么都在教你了哈，都说你了是西度或是米地利带这样子。好，我们看下一句哈。好，mana nang so kina atili ani na asa sing li umaan ko harat so. Mama 还是我呀？Painayan 可以告诉我吗？我找考官呢？ Painayan wawa. 这起码给我找回，然后你考官呢？起码不讲名字没关系。好了，我们揭晓谜题哦。好，起码还很多Painayan哈。好，然后呢，我没有给他教娃娃哈，然后他已经那个笔性已经那么多岁的笔性，所以我没有教娃娃哈，我就用男性的来努中文翻译。然后还你好，简单还有还努念说都pernah kuawa no hari awal的时候，他还会联想说怎么那么长，神来没关系嘛，pernah itu ke soal faenayan awal faenayan awal de faenayan de mahala teng su umaan，然后你tahu，umah aku no 女性，起码我分爱。Papahian. Papahian ho, hai pernah ke aja. 好，来，papahian ho，好，女性，好，来，
嘟嘟恩古信息米兰弄都算了，好，可能我讲话会比较快一点哦，好，没关系，我试着慢慢说哈。来，把因来yan，来嘟嘟个括号，你默念没有关系哈。把因来yan，哦，把因来yan，哈，男性，来，把发希yan，把发希yan。女性哈，好，那我们来回想一下刚才上一题哈，好，好来，妈还跟你讲，那我们再回想一下，老师怎么说？信息，还很多，来，学信生呢？息，哎，这样，要娃娃来，学生呢？适度，一度，哎，这样很会呢，你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上的哈。复习一下，还这个穆拉拉古呀，比南那里说来，发音那样，发音那样，还发一样啊，发一样啊，女性哈，好，这个dulu tu还要小心，mengenai好来，我ayam还是我整个古曼的那个说的呢？哎呀，整个是颜色，我ayam 哈。今天把咖啡拿入信息好，我整个好颜色好，然后还呢，因为那个九阶教材里面哈，有那个巴西班那爱个颜色好，好来，它是讲什么颜色？红色呢，还是白色的呢？还是黄色的？好，因为这个 ayam 哈，ayam hanunyam awu ya syukuran anu ya sanu bahasa wali saya kuku san kuku mana ni hadateng hana kuku aware ayam 都会，我说那个鸡哈，kumaan tu caraku sekarang namang sekalaho sekalafi的时候，不可能caraku tantau hao，咕咕咕咕咕咕咕散。然后呢，我是认为了，他们就是可能就凝身体，就是用咕咕安咕黑呀巴沙瓦里，这个我是没有研究了，因为我是就体验小时候的时候，那个老人家的去喂鸡的时候，都会听到那个鸡在会看到，完了那个咕猪呢，不干在那然后很兴奋的时候，都会咕咕咕咕咕是啊，我还在想说是不是他们是用凝身体。Numita ahya syukuran sare ayam hakuniam ha ayam是五黑呀都鸡好那个namita 那这边呢五黑呀kunira ubasa u tinggal ku pa kapanaan ma ku kesana kamuanan ha wah zalai hey 来林希文看好 wah zalai 马白色的哈来不知道把它动作好好，我再来哈，好，原来呀，这样子嘛， kuhtingay, 我们按， uwaju kuhtingay, 哦，嗨，决定爱好，今天有八个班纳入信息好，有整个的个八个班纳干嘛呢？好，整个吼颜色好来，决定爱，刚才那个呀搞不好很优秀吼，他马扎贝杜下给我新鲜哦，他已经讲到那个我们下一堂那个简单句了，就这样子。哎，我们先从那个生词这边哈，闽南南好古单词努整个来，我们喊决定爱黑色的哈，决定爱黑色的。好，我现在我要考考你们哦。好，来，男性呢？我已经给你们看单词了。男性怎么说？ painayan, 哎，对，还，pertama tu kusuara 好来，爸爸还有呢？啊，我已经讲了。女性呢？
女性慢韩国说，慢慢的。来，我们看它是怎么拼音哈，拼音我弄到那个这边比较那个简单哈。来，怎么拼音呢？我们先找母音，还能把he yan，因为我没有买那个什么 iPad 所以我用笔电咦，那个 yan 它怎么给我那个全部给刮弧起来了应该是从这里行，它又给我刮弧了。我是这样子先找那个母音打麻烦那个说mana ni suai kuno ni sin hana kukuwawa。好，来，整个你那ayam没umaan，再回想harateng你当。我再来，还我再来好，这样今天我没有看到荧幕我不知道你那回答的同学很厉害好来，黑色呢？我们韩国黑色本子来，古丁爱好，来林轩来古丁爱，古丁爱，古丁爱有的是不好意思，我先喝一下水因为今天我也是问到学生，他跟我讲说，嘎丁爱，我说什么？我们安古嘎丁爱，他可能就是马来亚古嘎安爱干嘛？我们红色的叫嘎安爱，他把前面的古跟嘎木拉绕都起来，我就说只有我红色的时候才是用嘎或是黄色的时候是用嘎。可是黄色呢，我们的初级里面是没有教的再把这把拿古黄色的那里古都闽南那古黄色的，包括反正好像古都整个我再来都国定爱都嘎很爱就是这样子。好，mana nang sunya umaan？Baca ko si umaan ganyan. Umaan. 来，我要点评了。鸡蛋，鸡蛋，这样很厉害的说好。鸡蛋鸡蛋我们看一下谜题很多有鸡蛋mana nang suku鸡蛋的马拉登属umaan no mita no kakarayan kakarayan 是天空。你在天空看到太阳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因为这一题我先说明一下，这一题我本来是弄下雨，后来学生都给我弄月亮。他说老师，谢谢伊拉古其他的伊拉古弗拉山，后来我就给他增加了一题三米那南kita来，第一弗拉好来，弗拉好来。弗拉月亮努马多阿塞干咩弗拉弗拉sana imi干咩意思伊拉古努巴法黑安imi 这个就比较私领域的闹喊的努他们就是老人家巴卡巴那个的就是阿玛多阿斯给说的女孩子一定会有一个成长的记忆来呀，14岁的时候就是马哈马抓马弗拉就是这样子，这个比较私密的所以嘛，那是古其他的太阳月亮喊那里弗拉喊，也可以是说我不知道巴沙瓦利那边是怎么了，我们那边有努修古兰啥的，第二努达法隆阿啥的，弗拉喊那嘛都还呀我说个都努巴巴黑马上真的是要变成女人的时候，马上伊拉古弗拉就这样子。好了，都好了，我再那个复习一下。好，来，这个呢，我们来先从那个白色怎么讲，我们就要一直这样子。这个把忘给说，
来，白色怎么说？一起说哈。福扎赖，福扎赖，哎，福扎赖，福扎赖，好，记起来了哈。好，来，黑色的，国定爱，国定爱，哎，国我顶定爱，爱，哎，哈，好，那个星系的那个，等会儿，好。这个鸡蛋，我的蛋没有像海岸线这么明显哈，你们会有那个这样那个音很明显。我怎么发现的？就是在跟海岸线的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音发音的很明显，我们可能就已经带过去，我们说鸡蛋这样，鸡蛋这样轻轻的啊，然后可是他们这个的这个声音呢？挤烂了，那已经有那个，我不晓得要怎么去形容那个，哦，好，就是太阳的意思。好，接下来是不烂，啊，不烂，那个烂，你看我也是发音的不是很明显哈，因为我们今天修过了，大发那个过啊，没过的哈，我都过那个不烂那个声音了哈。因为我们那个没有 flat 啊，不能念哈。可是有时候你讲 flat 的时候，如果按这个发展比下就跟比杂交比说说，三 flat 三 flat，如果你没有发音到那个后面那个的声音的时候，就是你疯了哈。起 flat 很像哈，flat 看你疯了。可是呢，我们这位课本上不会跟你讲这些哈。可是学生很容易哈，你们很容易会忘记什么后那个尾音哈，那个的声音呢，这个的声音 flat 好，我们都叫 flat，那个的已经轻声了。可是呢，我不给你呀，你弹死啊，然后就是怎样 flat，我说你疯了吗？这样子，好，mana nang so kanya ng umaan? Pag-aafan ko sinsi. 几烂，没关系，你讲国语没关系，老师用信息用那个主语给你翻译。来，pagka nanusukin na sa asin ni umaan ko halatang miso 夕阳，夕阳啊，这样啊，都man haja 日出，啊，日出哦，嗨，啊，都man haja，喂，好，你资料离样，慢，饼样哦，糖果哦，你会想到糖果，太阳饼哦，你记得在饼样哦，你想象力很丰富哦，许多个不哇，太阳饼呢，哦，好，老师揭晓谜题了哈，马鸡蛋哈，其实鸡蛋是太阳，马的话就是太阳出现了哈，好，出太阳，好，马鸡蛋就是这样子。好，晨曦哈，然后呢高不得嘞，我还要刷伞，夕阳伞，那喊也算是啊，因为那个照片，那个跟消息哈，我古努晨曦的照片，因为这个比较，我在想说这个比较明显，结果还是一样哈，会误导你们哈，你只能顾鸡蛋哈。其实我们这个是晨曦啊，大巴盖马萨达古鸡蛋哈。好，来马鸡蛋哈，这都古些县民的那哈，马鸡蛋好，挂号呢，很像我今天哦，昨天呢应该是算昨天晚上，马鸡蛋哈，好，老师有人举手哦，哎彩凤哦，还看一下哈，我按到。啊，你按到没关系。好，来，sabar ko citare, matintawan nila ha, mapelihara 杂交的umaan, maurah kita ha.
来，再咕哒咕啦，应该要放那个什么，嘎达祖母绿才对哈。哒咕啦也不错啦，然后还你是比发在国家米达no tan tao ha. Ira ko sa no to asay kami ha. Amatiro keso matsa ko ka misure utakula ko mga ayay ko bi paisin numita tilang ukak sa kami. Hai. 他这边用青蛙哈来，林修文个信息啊，马欧拉，嗨。马乌拉，下雨哈，好，马果拉，还马乌拉哈，那个星系的那个最后一个音哈，那个的我发音的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哈，马乌拉哦，好，等下我先你拿弄哈，那个喉咙不太舒服，好，马一张喊，要不是说不舒服了，马一张。好，这我们再练习一下，明天修哈萨克达哈，米南南哈萨克达，我都怎么就讲到日本话了哈？应该叫做米南南哈吉达哈来，马吉达哈，出太阳，还马乌拉，还下雨哈。好，来，我们来回想一下刚才上一题哈，我们按。还这个帮忙干么？好来，吉拉太阳，吉拉，吉拉哈来，月亮呢？妈喊，福大，福拉哈，那个后面那个 D 也要发音出来哈，然后喊的不能只能说，如果你没有发那个 D 的声音哈，福拉那个声音哈，就很像说你疯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人家对话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哈。Masalah tu kufula，月亮出现了，疯子也出现了吗？是这样子吗？没有哈，不能讲说哈那个什么了，这有点题外话了哈。好，来，马吉拉了，加一点话来。马乌拉哈，你那娃娃干嘛好那个来那个这个音马不给你呀，把那个弹舌音马不给你发音哈，然后马乌拉他们会这样子，然后喊你马不给你读你喊你米达的班扎哈，马乌拉哈，不是好。我们下一题哦。Ya, ni fulat sekini awa-awa. Ni sikit ko ya. Sasi. Mak aku dipanggil kurang忘记了。banan。也可以了。你稍稍加个banan。妈aku突然想不起来那个地板。因为太久没有坐地板了，都坐沙发哈，所以那个地板的那个词汇。要想起来会瞬间就有点呆掉了，老师瞬间有点呆掉了。好，来我们来学习一下哈。好，我们这边的词汇呢，我还要马拉鲁盖给你娃，好来，我们来学习哈，来马拉鲁，好，马拉鲁的时候，给你娃哩马拉登是古努还呀，马boleh还Haratang di umaan pagkapanaan ko sinsi. Matoka. Phần nãy cả mùa này hay thế nâng háo này. Ni man sila ni phu liền họ. Man ai sila mata ko nung lumai họ. Ta ni yan chao chao họ. Maan matoka họ. Ano niyam sa syukuran 后面一定要加一个 uman galau， 那个 galau。我查一下字典，真的是加 galau。现在都会加，好来，跟老师还多多个信息啊，马杜嘎，好，麻烦了多，谢谢等哈赞的信息哟，好，我们再回到上一题哈，
这样好来，马吉拉，马吉达，哎，好，这个都啥啥的，马欧拉，马欧拉，哎，马欧拉哈，好，今麦刚把早饭然后你娃娃，欧拉，来再说一次，要娃娃，欧拉，不敢，被老师点名就不敢出声了啊。妈妈是没关系的，没关系，我不点名哈，大家一起回答，因为老师也不知道谁有举手，我真的没有看到你们哈。来，马欧拉哈，好，下雨了哈，好，记起来了吗？哎，记起来了哈，好，来，马拉路，马拉路，那 look 哎，行了哈，来，马杜嘎。马杜马杜嘎，哎，好懒惰哈，好，哎，有箭头咯，有箭头就要注意看，要小心它是马古比黑比那你了哈，好，哦，它是算，来我们来猜题好了，乌黑呀，乌嘎嘎还是乌沙发，乌达嘎绕还是布恩呢？还是乌妈呢？乌妈妈还是？你不能讲啊，妈妈的话你会想到尹娜啊，可是她旁边的是什么？娃娃。好，它箭头哦，好，箭头指这个比较大只的哈、哦。好，我们按哇，大家绕，好来，多多英国信息还有闽南那边大家绕，达嘎绕，哎，大家绕，好，身高哈，大家绕哈，好。那一定会指旁边的啦，哈，那真的是会指旁边的要慢慢来啊，娃娃好，来多多个信息，不恩呢，波恩勒，还不恩呢是什么？哎，矮的哈， under 还矮的哈，身高哈，一定你是这把个那是来古努黑矮，嘎嘎啊都沙发哈，那老师这边出题目是用高的跟矮的啊。来，再跟我来，多多拿这个信息哦，大家绕，大家绕，不恩呢，不 under 恩呢，好，谢谢电读过哟。我要再回想一下你们上一题，可不可以说哈？好，勤劳，马古勤劳，你班子啊，说啊，咋叫？妈妈安，啊，跟我。马拉路，哎，发展好，这一年我来，懒惰呢？马杜嘎，还好，记起来了吗？爬了很多？哦，好。今天是多嘞？一系慢，马杜嘎有 T 吗？等下，谁在问我？把奈板奈书写哦。我有查字典的嘛？我们的那边是有什么？是我有写错吗？哦，你们是秀姑峦是有 T 哦，海哦，海岸好像没有马杜嘎，是我先看一下哈，是我马杜嘎有哎。如果我查一下，等一下我查一下马杜嘎，它就是这样子，它就是后面我比较注意的就是这个马杜嘎，这个我比较注意的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没有标注的时候，因为修过了，如果我真没有标注，它就会给你错误的主语认证。哎呀，好，我们等下我再查一下马杜嘎，我有写错吗？有点怀疑自己的。我觉得有写错啊，哎，我查因为一下 T 它后面还有一个那个喉舌音，
喉舌音哈。你念出来就变成马都嘎特。等我查一下哈。等一下，我先下哈，等一下我查一下哈。等一下，我查一下修骨卵的，因为那天我是用修骨卵的版本这样。masa sifur tuku puno ma ko懒惰。因为只有母音后面或者是在前面才会有喉舌音跟咽头音，不可能会在子音。好，等一下哈。哎，真的没有呢。对，只有在母音才有喉舌音跟那个咽头音，在母音子音是没有的。我把它修正好，在哪里？马杜嘎是在哪里？好，可能书写的时候太顺了。好，要存档。马杜嘎还好，书写有发现哈。好，不然的话教会小孩子呢，教错的。好，刚有上网查一下哈，来，马杜嘎对，就是懒惰哈。好，来高呢？大嘎绕高哦，好来，不恩嫩，矮的，记起来了吗？记起来了吗？记起来了哈。好，我们换下一题哦。听我声音很辛苦。好，等一下，老师先喝口水。好，没有想到第一天上课，第一天就遇到，早上还好好的这样，然后晚上就变这样子。好，来，上面它是在指花，我还呢还是我上面？它在指花还是指上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哈。那么的，来，巴勒哈，我们修过了叫巴勒哈。那个海岸那边呢是巴巴二。哦，这个我有查一下，好来，巴巴二，好，发音的应该是比较轻了啦。好来，闽南人好来，巴勒，巴勒，乐哎，巴勒，好来，那个海岸的呢是发发二，发发二，哎，发发二，对，你看你们的那个后面那个尾音就很明显了。很奇怪，我怎么学就会masa sibuk ko semua aku tidak ya lalu mana 发发然后我有时候会卡住，然后我就想说，可能是你们讲习惯了这样子。好，他竟然会说上面的话，一定会说下面，对不对？好，我们看下面哦，下面是桌子的下面是什么？有什么啊？拉怒，懒惰。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努修过了给拿哈，我们会有拉诺这样子，拉诺这样子。好，主干哈，你们的那个鞋子怎么说？我们叫做主干，好像是这样子。主干还能讲，你们海岸线不晓得鞋子怎么说？鼓住啊，对，鼓住，这是没有，这个是我们鼓住，我们是打方弄的啦。哎，刚刚回答的是谁？一轩还是小文？那个声音很像。来，可是他九阶的话，就是他用那个主干哈，他可能统一一下这样子。好，来，可是我们这边没有用那个词汇，我是用上下的词汇哈。La enu， 好，来闽南人还这个大来，米林系啊，La enu， 下面记起来了吗？记起来了吗？好，我要再回头喽。
我的滑鼠，好，来，大嘎绕，来，大嘎绕，记起来了吗？有哈，因为待会儿哈，下一堂的时候，老师是不写这个单词的哦。来，I 呢，bener，哎的，好，发勒，啊，或是海岸线的发二上面哈，那下面呢？la恩诺下面哈，好，好不啦都记起来了哈，等下老师又回头问哦。这样，你们来给你阿娃娃，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做什么？不知道，跟你们一样啊。现在，你们米粒嗨，米蒂利头好，我们叫做米煮蛋哦，米煮蛋是我们那边说，所以我们就会说米煮蛋了，米煮蛋哦，在学校学习哈、哦，在学校上课。好，那个海岸线这边叫做米蒂利，好，记起来了。上课的时候会联想到下课嘛？下课怎么说呢？来，我们来学习一下。巴罕汉读，巴罕汉读，下课了哈。巴罕汉哈，巴罕汉呢，其实巴罕汉就是算是说喘口气哈。然后翻成中文的话就是下课了。好，我们来学习一下，谁呀、好，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话术。好，来发热，哎，一直打电话，来发热，来再说一次，发热，好，会了吗？发二，好，那下面呢？la恩怒，下面，拉好，怒，对，la恩怒，好，接下来这个是米朱大是什么呢？上课了。好，那上课的时候你会回想到什么？下课了。巴罕汉，巴罕汉，记起来了吗？会了哈。好，我们看接下来下一题哦。等下我的滑鼠快没电了。哇，你看到这个时候是怎样呢？起床，你起床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继续睡，天，怎么那么可爱？睡觉，起床后继续睡，那是赖床了，那是赖床了呢。你起床你会联想到什么？你早上白天呢？你会想到什么？
睡觉啊。来，我们来先学起那个哈。好，来，鲁木哇，鲁木哇，起床，记起来了吗？好，马夫爹，马夫爹，马夫爹是什么？睡觉。好，睡觉了，记起来了吗？鲁木哇，起床。我们再说一次哦。鲁木哇，起床。来，马夫爹，睡觉。马夫爹，睡觉。好，老师要擦掉哦。我们再回想上一题。刚那个男同学怎么那么可爱，跟我讲说起床之后继续睡。那个只有比利拜亚了，假日的时候可以这样子。来，跟我们米南那么给大号，来，米朱达，米朱达，好，或是说什么米迪利，米迪利，好，接下来是什么呢？下课了哈，巴罕汉度，巴罕汉度，韩汉，对，好，下一题哦，来，鲁木瓦，卢摩瓦，对，起床了哈，鲁好，木对，那睡觉呢？马夫爹，海马夫店，哈，马夫爹，店，好，我回到那个我们的那个原来的哈，来，应该是单字，应该是到，我记得是到那边，我看一下，对，单字是到那里。好了，我们先总学习一下哈。米利奥还是个在米兰当哟，从单字，我先喝口水。好，啊，想一想哦，考考你们。来，老师怎么说？连续很棒哦，好。学生呢？也很棒哦，来，我们揭晓谜题喽。真的是谜题厉害哦。好，这个呢，他是在讲男生女生，慢，男生怎么说？哎，法因奈哈，法因奈亚，我们叫做法因奈亚哈。好，女生发发一样，很棒哈。好，你们很厉害，都要记起来了哦。来，白色呢？我已经揭晓了。不可杀害。哎，不展览哈，不展览，白色的。来，接下来是什么？古惑丁爱，对，厉害，很好哈。好，来，再来是太阳呢？我们鸡炸，哎，很棒哈，起炸了哈。好，它的那个相反词哈是蛮月亮怎么说？哎，flat 哦，好，来出太阳呢，前面要加一个字哦，出的字，马吉萨，哎，对哈，马奇上哈，啊，很棒啊。那下雨呢？马乌拉，哎，马乌拉哈，好，马萨拉杜古达古拉哈，下雨天阿杜曼林奈，我们海岸线叫做林奈，我们那边叫做扎子拉干。后来我发现哈。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讲林奈，可能是因为那个词汇比较短，因为
扎泽拉干4个字，学生可能要记比较慢哈。好，所以他们都会讲林奈了。好嘛，偶然哈，好。来，勤劳呢？考考你们怎么说？勤劳怎么说？马拉路，哎，马拉我路哈， look 马拉路哈，好。他的那个呢，我们不害你啦，马拉登是我们哈，来，马拉路，它的颠倒相反词，马多嘎，嗨，马杜干哈，好。我的声音有听到吗？我已经调有有哦，很大声了，我已经调很大声了。对，因为鼻音比较重。好，那高的呢？来考考你们，高怎么说？大嘎绕，啊，对，大概绕哈，好。那biharkan nama utakarau de tada, uma boleh hai umaan? benar, 哎，不 benar 哦，还哦，好，好，接下来呢，桌子的上面哈，来桌子上面，等一下桌我这个子的上面，你是说那个布吗？没有东西还没有出现，东西还没有出现，桌子的上面，桌巾呢？花什么？上面是什么？桌子上面就我们叫做法乐，因为桌巾跟那个什么还没有教这么难，鬼呀，古学生，你不能讲几类啊，他们会想说什么是几类，那个比较后面了。学生他们只会学上面、下面这样子。哦，来，上面怎么说？法乐。你看那个同学呢，怎么没有声音了？刚刚给我广播的，跟我讲说捉鸡那个，来，你来说说看，来，很可爱呢。然后跟我讲说捉金，的确是捉金了，可是我们这边没有教捉金啊，我们在教上面跟下面哈。来捉，你看害我有点口误了，本来讲说捉金，来上面怎么说？上面来会看吗？会看那个字吗？法那你联想，哎，法乐后是法哈，好。那桌子的下面呢？下面怎么说？我先不要揭晓谜题哦，先不给你看那个字，回想一下，刚刚老师教的，下面怎么说？懒怒，哎，对了，怒哈，这样这个娃娃有记起来哈。好，来，了怒哈，下面好。哎，我怎么会用到这边呢？哎，等一下哈。我停止分享了吗？我停止分享了吗？同学，好，等一下哈，可能按到。哎，他怎么不见？等我一下下哦。等我一下哈，好。可能刚刚不小心按到。好，刚刚我们在这里。法勒或是法的哦。那下面呢？一样哦，因为我有查字典哦。海岸跟那个修古兰一样，下面叫拉恩诺哦，拉恩诺。现在小孩子他们比较讲的比较拉诺这样子，其实中间有一个字哈，它已经简化成什么拉诺，然后拉诺这样，其实有一个字，
我的滑鼠啊，这个字，好，好，上学呢，学习你会联想到什么？学习你会联想到什么？来，我们试试看哈。来，米煮蛋，跟着我一起说，上课哈，来，米煮蛋，米珠大好，很棒哈，好，下课了呢，把喊喊。把喊喊读好啊，下课了哈，好，我们还没下课哦，我们时间还没到，因为还没有到几点呢？整点好，你也可我们还有以早也没关系。好啊，我想喝水，我想喝水了。好，我们55分好了，因为我想来，刚那个单词，我去睡，对，这时候才会去睡。啊，你继续睡就迟到了嘛。阿巴斯号啊，怎么说呢？鲁姆瓦鲁木啊，好，起床。鲁姆瓦好，好，睡觉中马福店哈。好，我们的单字都教到这边哈，单字都教到这边，因为单字加在图案里面啊，这样子，看你们会不会说一般的对话。我是尽量找比较简单的对话啦，这样子比较好记起来，这样子，然后比较好记，也比较常说的这样子。然后待会我们会，老师这边好，待会我们还会再复习一下单词，然后就接着会说会直接到那个什么句子里面来这样子。现在是53分，我们先下课好了。我们差不多8:04上课，这样可以吗？我的喉咙可以，可以，可以。好，可以，好，那我们先把喊汉读哈，我们先下课了哈，好，就这样子哦。其实我已经挖了3次的那个，就是每天都挖，不挖还好，一挖，我昨天从椅子上跌起，就跌就啊，怎么回事？因为前2天都是一条线都是一条线这样子，然后还用唾液的什么都想说不可能啊，是不是我吹冷气怎样这样子？结果还真的昨天晚上就给我2条线了。然后我心想，声音还可以，可是今天的时候声音就是就这样子，就是有磁性了。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哦，哈，因为待会我们就要开始学习，不是学习那个简单句哈。好，来星系哈，想起来了哈，喜度或是米迪利代哈，学生。来，男性呢？男性，法印南样哈，男性。那女性呢？法希样哈，好。来，我们这边哈不讲鸡哦，我们是讲颜色，整个人哈来，不扎赖哈。老师教比较快，讲话比较快，如果我讲太快，要跟我讲哦。哦，还是你的讲话速度慢一点，这样子，因为讲话有时候真的会比较快一点。好，来。决定爱哈，决定爱黑色的。好，接下来呢，
好，鸡蛋，太阳，弗兰，月亮，记起来了哈。好，因为待会我是不会写这些字的，我只会写中文。好，来，出太阳，马鸡蛋，下雨天，马欧拉。好的。好，很勤劳哈，马拉洛。那懒惰呢？马杜嘎。好，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就是没有声音，就是没有问题咯。好，高的来，大嘎绕，高，好，矮的，不恩那儿，矮的，好，上面呢，把勒或是把二哦。那下面呢，拉恩诺，好，来学习哈，来米朱蛋或是米迪利，好，记起来了哈。那下课了呢，把涵汉哈，把涵汉读哈，下课了，有个了字，把涵汉读好。睡觉，起床了，鲁姆万，起床，不要继续睡哈，好。再来是马福店，马福店，好，睡觉，好，都记起来吗？因为接下来我们是简单句了，好。好，明天那么比较读第四套，读四套，好了，那个学习句子，学习句子，句子，好，这是什么图案？有同学可以回答我吗？星系，星系，好，星系，好，来，我们来说这个句子哈，来，星系是老师哈，一逆哈，故星系，星系，努马故，我的老师在这里哈，它的中文翻译是这样，一逆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古呢是主格哈，好，因为它初级的话，就是这些格位标记，老师先不说明一下哈。马故呢，我的，好，你看到这个图案的时候，其实说就是我的老师在这里哈，来再说一次哈，一逆古星系努马故，好，同学可以再说一次吗？那个谁，我点名一下了，哎，那个小文，小文在吗？在好，要念对啊，印尼古星系努马古，很棒哦，好，那个，等一下哈，我先看一下，好，星系你会有联想到它的相反词就是学生嘛，好，学生还记得怎么说吗？西度哎，对，喜度哈，好，来，或是说什么米迪利泰哈，你两种回答都可以哈，来，我是学生怎么说？乌西度嘎古，很棒哈，我西度搞过后，我是学生，好，哎，刚那个同学你参加族语认证了吗？星系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哦。嗯，哦，所以刚刚回答我的是谁？小文，
啊，小文哦，好，诶，他怎么跑过来这里了？好，来，我们再学习一下哈。我的老师在这里哈，一念。然后我常常我点名学生的时候，我都会教他们说一念嘎固哈，我在这里。因为你原住民的话，右的话，不晓得老师在点名的时候，你喊右，我不晓得是用什么翻译，我就会用教学生是说一念嘎固，我在这里哈。那个是比较白话了。其实说如果翻译的话，真的是很白话。伊尼嘎过我在这里，可是比较礼貌性的话，就是有的意思。好，我在这里这样子。好，来跟我一起再说哈。伊尼古星系努马古。好，那我是学生呢。乌西度嘎古啊。可是有的学生哈会把那个前面这个字去掉，因为他们可能没有看到这个中文，他们说乌西度阿固，我说哦不能这样子回答哦，因为阿固是我的意思哈，搞固呢是我是哈，我是学生这样子。好，那接下来了，好，还记得吗？老师刚刚教的这句话，这是什么？是男性还是女性？还是高的还是矮的？有人回答吗？一起回答。没有回答。好，揭晓，那是男性哈。来，无法因那样去改造，好改造。再跟我说一次啊哈，无法因那样去改造，会吗？有问题吗？没有回应就是没有问题。哦，好，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女生发发黑暗，好，来，有发发黑暗一板奶，来跟着我说一次哈，有发发黑暗一板奶，好，板奈是女性哈，板奈是女性。我曾经遇到就是男生，他叫做板奈。刚开始我很讶异，说老人家怎么会取板奈这个字给那个男性？后来可能就是要翻转他的那个命，有的命就会应该是说他小时候觉得说他取那个名字，原来的名字不是很好，后来老人家就给他取那个比较女性化或是很男性化的。我曾经真的是遇到女性叫嘎造，女性哦叫嘎造，男性叫把奈的，这个都发生在193线。所谓的193线是在那个，就是从玉里到玉里，应该是说玉里那边开始算瑞穗，然后一直到花莲那边的193线。我真的是遇到女性叫做嘎造，那个男性叫做板奈哈。好，有时候所以那个你看到图案的时候，我们这边图案上课是叫做女性叫做板奈哈，因为大部分的女性都会取比较女性化的名字这样子。好，好，还记得颜色吗？还记得颜色吗？还记得整个人的颜色吗？白色怎么说？没有声音哦。佛扎赖，哎，对啊，佛扎赖哈，好，无佛扎赖啊啊样，或者是说无佛扎赖啊姑姑这样子，姑姑，因为我不知道发音有没有对啊，姑姑，因为我们通常都叫做啊样，啊样，无佛扎赖啊样哈，这是白色的鸡。啊，那个黑色的狗呢？刚刚有汪汪叫，那其实不是我家养的狗，那是隔壁邻居的狗，它真的是黑色的狗。好，希望它的那个叫声没有打扰到你们哈。
好，来，黑色怎么说呢？果丁爱，还记得吗？啊，再说一次哦，好，来，老师再说一次哦，来，再跟我学习一下哈。果丁爱，好，果丁爱，好，那整段句呢？好，有果丁爱啊，我做果啦，好，那是黑色的狗。狗除了黑色还有什么？白色、黄色，有黄色的狗，好像有哦。只是说它会掺杂那个颜色，比较像褐色的这样子。然后我们这边课堂上会用黑色来标注黑色的狗啦。有决定爱啊，我做狗啦。哦，好，有问题吗？待会会叫你们来念哦。好，太阳怎么说？吉大对，那是太阳呢？五七大古大哈，你不能讲说这是太阳，因为你太接近太阳的话，那个字没有在，那会热死人哈。除非你是看到图卡，才会这是太阳这样。古大是那这是呢？怎么说？怎么说？还记得吗？老师以前刚上一句哦，有讲哦，上一句哦，上一句这是怎么说？古尼对，好，那是呢？古拉对，很棒哈、有记起来哈、好，有记到古啦哈、好，那太阳，那是太阳，那是月亮呢？怎么说？还记得吗？月亮的词汇单词弗拉啊，乌弗拉哈、好，很棒哈、乌弗拉古拉，好，那是月亮哦，太阳出来了哈、好来。太阳出来了怎么说？我们开头都要先大写哈。来，太阳出太阳怎么讲？还记得吗？老师的单词出太阳哦，不是慢马吉大马吉大马吉大好出太阳好。那太阳出来了呢？马萨大多古吉大这样对，很棒哦。好，那下雨天呢？还记得吗？下雨天忘记了。好，来是马乌拉哈，来马乌拉哈，后面的那个句子了，马乌拉的古鲁米亚哈，今天下雨了哈，马乌拉的古鲁米亚哈，今天下雨了哈，记起来了吗？好，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的话，老师继续讲哦。好，好，来，这样好，勤劳还记得怎么说吗？勤劳哦。马拉鲁哎，对，马拉洛吉，谁呢？五赛哈，五赛很勤劳哈。那懒惰还记得怎么说吗？马杜嘎，哎，对，马杜嘎紧呐，这样，好，那我的名字哈，很少人会取，对，要对着自己说哈，你也不要对着别人说，要对着自己说。你说自己很勤劳，哪有说自己很勤劳？应该说自己很懒惰，颓废一下哈。好，那这个名字是老人家给我取的单名这样子，所以比较，应该是说比较，不是正面，就是比较反面的话，最好是对比较争议性的那个句子，最好是对着自己说这样子。所以我就说摩都嘎紧呐这样子。好，哎，我想请问一下哈，你们海岸线有叫五赛的吗？有
有哈，哎，因为我有一个阿姨，就是她叫五赛，那我不知道说海岸线有没有五赛这个名字这样子。有啦，有哈，好来，然后好这边呢，然后他已经看到中文的翻译了哈。谁很高？那么哈，来名字哈，来跟着我一起说，那么哈，那么好，那么好，还记得高怎么说吗？大家绕，哎，对，很棒哦，来打个绕哈，哎，不好意思，我先咳一下哦。我感冒一次讯息，妈确诊，我就说，阿炸，哎呀，就中奖了！我还第一天我还挖3天呢，然后第3天不挖还好，一挖，昏了，就觉得说，哎，为什么他一直流鼻水？那好了，挖一挖就跟我说，我鼻音很重，哎呀，就是这样子，很有磁性哈。好嘞，还那个是希望你们拿温度，好，还很多，还阿赖，希望你们听到我的声音，不要嘟嘎嘟哈，不要打瞌睡，有那个催眠曲，我都觉得我讲话都是催眠，还好啊，还有声音，我还很怕早上的时候，我还跟凯明讲说，该不会晚上的时候我就那个声音就傻傻的，那个沙哑很重，还好，只是鼻音很重而已。好，不好意思哦。完了那渣，还那个呢？癌怎么说？还记得吗？伯乐，哎，不恩嫩哈，有一个字哈，来，不恩嫩几麻药哈，那么麻药哎，我想要请问一下哈，你们海岸线有叫嘎地的吗？进嘛，赶地，哎，嘎地就是 KITI 的名字。因为我的教材就是尽量就是比较大众化的，像南莫好买药啊、嘎造啊，就比较大众化。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海岸线有嘎地这个名字吗？有没有听过？没有，比较没有哈。还所以我在写句子的时候，我就没有写嘎地这个字，我就说用买药这样子。好来。这是题外话了哈，因为这边讲到名字，就是老师有点好奇说，你们海岸线有没有嘎地这个名字的称呼这样子？好来，大家绕紧啊，慢，我嘛当面有赶地的呢，阿外也还渣哦，了解，外也就是比较常见，就是嘎造拿莫买药这样子哈。还好。那我麻烦大家顾信息，好来，好，大家绕紧那么哈，因为我尽量用简单句哈，因为脑海里哈，因为哪里那娃娃刚好在多边，没有在我们部落生活，你跟他讲大家绕的时候，你后面再加名字的时候，他可能要先，所以我的句子没有说很复杂，就是简单扼要，就是抓重点这样。大家绕紧那么好，来再说一次来，大家绕进那么，哎来，不恩呢紧嘛要，温呢进嘛要，哎，那个这个同学，你的那个不恩的字正腔圆呢，很正哎，其实不恩呢，对呀，起来还按好笨呢，我们还按还蛮省笨呢，啊，板凳还能在，係是哦，笨呢係哦是哦，哎我现笨在。呢人，笨呢應該是花蓮的嘛？哎呀，对，努念啊，还呀，说给他，哦，是班的这样子啊，哦，我也是第一次听过呢。哦，老师有学习到了，很棒哎。互相交流。对，真的是互相交流哈。所以因为每个，就像
我所居住的那个部落跟隔壁才不到3公里，我们的话已经完全就是没有说完全了，可能就是一半一半，有些词汇不相通，连音调也不太相通，这样子。嗯，好，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这句子比较长了哈。这样呢，好，然后老师先说明一下，沙巴的话，在修姑兰它算是桌子哈。那你们海岸线，我记得沙巴是木板，对不对？然后我这边会标注的话，蓝色的话是想说，哎，这个句子不要弄太长，因为除非是用，或是用巴拉的话，因为学生大部分都会是学巴拉或是桌子是巴拉或是阿能啊这样子。那我们修过来是沙巴的话，就是桌子的意思。好，嗯，哦，哪里有桌子呢？啊，不是哪里有桌子，哪里有花？桌子上面有花啊，还好脑袋瓜还没有发烧过头。来，桌子上面，嗯，慢慢，桌子上面有花，哎，桌子上面有花，你可以是上面怎么讲？上面，爸爸，哎，发热，我们叫做发热。修固兰是发热，哎，我有查一下那个线上的单词哈，它是写海岸线，那是发二这样子，我们叫做发热，哦，对，那个低的声音我们都比较轻哈，轻，所以发热这样子。好，伊拉古哈纳伊沙伊啊，等一下哈。伊拉古哈纳伊沙发热努沙巴沙，为什么会有一个沙呢？是我写错，伊沙发热，应该是没有才对。伊拉古哈纳伊发热，对沙，对，伊拉古哈纳，因为通常这个沙字的时候，我也是查那个单词哈，因为我们都已经简单了。发热哈，伊拉古哈纳伊发热努沙巴，我们通常都会这样子讲。哦，因为这个句子哈，我是有查到那个就是线上的他有加一个傻的这个傻，为什么老师会？沙发二这样啊？哎呀，为什么会说我查字典？因为有时候我们口语化它会简化，也会简化。那我们族语认证呢，它是以教材为准，所以它不是我们会尊重各部落的那个句子，只是说有些话可能我们讲都会简化了这样子。可是你在族语认证，你在书写方面的话，你就要把那些就是正确的要写上去这样子。好，跟着我一起说哈，伊拉古哈纳伊沙巴勒努沙巴，好，或是说伊拉古慢，要跟着念吗？没关系，你要跟着念也可以啊。好，你可以用你们海岸线的，或是用那个把那可以这样讲。我想要听听看，好啊。桌子上面，伊拉古哈纳伊沙巴，伊拉古哈纳伊爸爸二努沙巴，沙巴哦，所以你们是这样子，伊拉古哈纳伊巴法勒努爸爸二。沙法勒，因为秀姑南那边有加一个沙，你们那边没有加一个傻字哈。好啊，好啊。对，交流一下哈。伊拉古哈纳伊巴巴二努巴拉，我这样子讲有没有？对哈，这是海岸线的哈。伊拉古哈纳伊巴二努哈纳，哎，是有人跟我挥手吗？看一下。对。没有。哦，好。小白在挥手。真的吗？好，小白你回答，我讲的对吗？
没有。好，继续上课他应该是按错了。啊，没关系。好，那桌子下面呢？桌子下面有鞋子。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我有查，我们部落叫鞋子叫，等一下哈，叫什么去了？查字典是叫竹竿啦，然后我们叫古柱，我们叫做古柱。那你们那边叫什么？我想拖问一下，鞋吗？还是拖鞋还是鞋子？楚篱笆是拖鞋，我当然知道那个通用的啊。鞋子呢？哎，鞋子古柱，一样一样海对，叫做古柱呢。然后后来我就查一下那个修姑峦的哈，然后我就在想说，他的鞋子怎么说？他既然叫做竹竿，那我在想，这是哪里的？因为修姑峦阿美语它是很长的哈，它就是从寿丰以南一直到玉里，都算是对。富里那边就算是马兰了，这样子。可是玉里那边又有我们海岸也有人叫竹竿，可是它的竹竿是拖鞋啊，真的还哦，所以都会互相，有都会竹竿有竹篱笆，这两种都可以用。哦，了解。那是拖鞋。因为我曾经就是有闹过就是笑话，因为我是打巴弄的嘛，然后我嫁到玉里，因为玉里那边很多都是从海岸线迁徙到玉里的，就南珠湖那边。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婆婆跟我讲族语的时候，真的是听不懂，我真的是听不懂。然后我就说，嘎叽，我们叫外套叫五发。可是无法这样子啊，然后我们就说，那不是哦，他说叫嘎放，讲嘎放不是棉被吗？对，嘎放是书包，你们嘎放是书包嘛哈，我们嘎放是棉被这样子。其实闹好几次笑话，后来才知道说，每个部落有自己的那个独特的那个方言别这样子。可是我们都要尊重嘛，对，因为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好，伊拉古祖嘎伊。拉努，或是说拉努哈努沙巴，或是说伊拉古祖嘎伊拉努巴拉啊，桌子下面有鞋子哈啊，或是什么鼠篱笆拖鞋，鼠篱笆好像这个是通用了。好，篱笆好像是外来语哦。真的吗？日本好像是日本话。我没有去查，我没有去查证。有没有去查证呢？哎呀，我真的是没有去查证。好，是从日本话吗？没关系，待会我来查一下哈。好，下一句我们来学习一下哈。好，那还记得这个图案吗？这个图案是在学习怎么说呢？学习。好，我讲一下修姑峦的哈，米竹大我们叫做米竹大，就是上课，而那个海岸线叫做米迪利带哈，米迪利，对，米迪利没有带啦，米迪利哈，我们叫做米竹大，好，那你们叫做米迪利哈，好，那整段句怎么说？会看罗马字吗？米迪利达公益国小。对，其实这个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国小我在国小学习哈。记得下课了吗？下课了。来，小文，下课了怎么回答？我还没下课哦。哎，小文，哎，对，突然点名一下。哎，还有那个谁，法拉汉在吗？法拉汉在不在？法拉汉不在哈。慢。不在。法拉汉不在哈，好，没关系。来，下课了怎么说？
巴哈汉。那整段句呢，我们下课了。巴汉杜吉塔，对，巴哈汉读给他哈。我们还没下课哦，我们时间还没到，现在才8:36。好，有记起来，看图说句子哈。好，哟，最后一张哦。好，这个比较困难一点，因为他在讲数字。这个呢，也可以讲时间的话，也可以讲赌记，或是说我们这边叫做为地。为地是秀姑峦的吗，老师？对，因为我是查一下，因为我已经想，即使我部落是讲赌记了，可是如果说你要族语认证的话，就是你报考秀姑峦的话，就是以他们的版本这样子。哦，了解。对。然后你们说，其实有时候如果是说口语化，像看图说故事的话，其实老师都会给你这样子。如果是说事情的话，我不晓得啦，老师会不会给你分数？我是不晓得啦。我是觉得啦，我自己的见解啦，是尽量就是以他们的版本这样子，不要造成人家的困扰。我是这样子想啦，这是我的见解，就是尽量用他们的版本，因为我互相学习嘛，就这样子。好，我弟是秀姑峦那边的，这是我有查一下那个族语娱乐园园那边的那个句子，这样子。好，还记得数字吗？数字，它这边是指6。嘿，古为地啊，起床对，我6点起床哈。好，N 的麦哈，因为它已经是实现了。AY 的话就是已经实现了，就是已经起床，这件事情已经实现了哈。好，那接下来呢？他没有讲几点哦，他在叙述这个图案的话，然后这个句子比较长。睡觉怎么说？马夫蒂。对，马夫蒂。然后呢？巴巴黑暗啊，沙发啊布。好，巴巴黑暗是什么？女生嘛。然后女生，然后沙发的话就是弟弟妹妹。那如果前面有再加巴巴黑暗的话，就是女的弟弟妹妹就是妹妹的意思哈。马夫迭古巴巴黑暗阿沙发阿古，好，会了吗？会吗？好。其实我一直会嘛，其他人。怎么了？有问？应该那个应该是算是最后一题了，对，我记得那是最后一题这样子，对，没关系，我们再做总复习哈，我们再做总复习，20分钟做总复习会不会太多了？我慢慢讲，因为平常讲话都很快的，吃饭也很快，讲话也很快，可是脑筋就不快，就慢手型的这样子。我说的是实话，真的。好，来，我们来试试，我们来复习一下哈，这样可以哈。好，来醒系，好，很棒哦。来，西度，或是米迪里带，对，很棒哈。好，这个记起来哈。这个是在9阶教材的初级，就是大部分都在第1阶跟第2阶，我很少会去找第3阶的因为你要考初级的话，小孩子要考初级的话，就是他着重在前面这样子。好，法因那样，对，法因那样哈，男性哈。好，接下来呢？法法希亚，好，你是美玲吗？是。谢谢你呢，你跟着我学习。谢谢你，因为什么？你都要考，同学，谢谢你。
哎，你的小孩子怎么没有一起学习？他都不在家，我是要叫他们学什么？都哎，在学一样哦，校啊。一样。我也是的，小孩子都在家，好不好？小孩子都不在家，然后一个人在家这样。就妈妈、爸爸妈妈在家，爸爸妈妈学。对啊，不好意思，我现在喝口水。没关系，辛苦了，老师。还可以啦，还可以讲话就是了，就是比较好听了，应该说自己比较好听，很有自己说磁性。沙哑，自己说自己好听的。还好没有一直给我咳嗽因为可能是我有吃药，然后轻微的吧，确诊。好，早日康复。谢谢。那就被关7天了，我觉得这一次的连假就在家里度过。好，来颜色呢？来，哇，再来哈！哎，我想请问一下美玲，你们那个海岸线有没有叫做果再来是果还是果再来呢？咕 KO。KO 真的哦，还真的是有沙差赖，果再来还哦。去过了那边是，因为我这边就没有注明，因为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我记得他们会叫果再来，所以我就用那个修骨软的版本，就果再来，我们那边叫做果再来哈。所以修骨软的是 FO 哟，FO 就是这个果再来，你们是 KO 嘛，对不对？还哦，真的学习了呢，因为我是有听到同学在讲。其实现在已经大熔炉，你知道吗？因为就是海岸跟修馆已经通婚了，那在家里的那个话都已经就全部就是其实能讲就已经很不错了。对呀，好，黑色来挂丁哎，好，黑色的，很棒哦，好，来吉他哈。哎，我想要听你讲吉他那个字，因为我觉得你们发那个的声音很特别呢，可以再讲一次吗？好，太阳对呀，你看那个很明显哎。啊，你听我的哦哈。好，吉他很轻，对不对？还吉他你看很轻哦，我们都是这样，对，很轻。现场的话应该会更明显。我们叫吉他的那个这个音很，我觉得你们这个音发音的会发音的出来，像我们这个已经比较四维了，就声音就比较那个音已经没有就像吉他就比较轻微了，就四维了哈。好嘞，不辣不辣，哎呀。可是我常常听学生讲什么，你知道吗？他把那个的已经去除了，然后说马不辣吗？我说不是啊，你疯了吗？对啊，我说疯了跟月亮差很多。我说你一个音没有发出来，我说那个意思就会差很多这样子。好，来出太阳了吗？鸡蛋哈，来我们来看看一下。马吉大，好，很棒，好。那下雨呢？马欧拉，哈，马欧拉，那个什么，我前几天有遇到一个老师，然后他就问我，那个下雨怎么说？我说马欧拉，那个日他们比较不会发音啊，这个字。等一下哈，然后我的滑鼠，等一下，我快没，先插电一下我的，不好意思，我先插电一下，我的电脑快没电了。这个音，等一下哈，我的滑鼠好，这个现在的人比较不会弹舌音的，马欧拉，对，他们比较不会那个日比较不会发音。
好，接下来是什么？好，马拉路，马拉路，嘿，对，勤劳哈。好，然后这个下来呢是它的相反词一定是懒惰嘛，马都嘎，哦，我们去过来一定要加一个嘎烙，其实有时候我都会忘记，你知道吗？把忘了。马杜嘎，马都嘎，嘿，马都嘎紧呐，真的今天很颓废。好，高的哈，这边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好，大嘎绕哈，高的，达嘎绕，好，矮的呢，不达恩呢，那，不那，哎，对，矮的，好，上面呢，上面是巴巴二，法勒或是法法二，哎，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海岸线叫法法二吗？还是法勒？巴巴二，哦，真的是用这个哈，巴巴二，有没有写错吧？没有，没有哈，海，因为我们已经简化成叫法勒，法勒这样子，上，哎，上面好，这个呢，来拉恩诺哈，因为我有查一下哦，海岸跟去过来一样哦，一样的词，蓝木海，拉恩诺这样子，拉恩诺，好，下面哈，好，这个就是有差了哦，我有注明哈，来米朱大或是说米迪利，米朱大或是米迪利，对，很棒哈，好来，好下课了呢，巴罕汉，巴罕汉，其实应该是说，这个我也是接触到9阶教材，叫做巴罕汉哦，巴罕汉多下课了，赌有在一个人字哈，下巴课了。罕，其实我比较马萨萨的话，以前都叫做马萨萨，就休息。我们那边的口语化就是休息了，马萨萨。因为把含汗的话就是呼吸嘛。后来我才知道说，哦，下课了，它的意思就是把含汗的意思。我之前都以为叫做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词汇，马萨萨这样子休息了这样子。好，鲁木万。哦，哇，好，起床哈，马夫店，哇，晚上了要睡觉，对吗？要睡觉了。好，要点名哦。我们线上有谁？季美在吗？去忙了。啊，还有谁？小文在吗？都不在。可以讲吗？好，那一起讲。好，好了，好，哎，你轩在吗？不在。那你以为在吗？有没有上线？没有。没有，因为我今天有发给学生那个 line， 可能到了晚上又忘记了。好，没关系。来，我们来闽南朗读历史好，来，我们学习一下，还记得啊、哦？来，试着说说看，看得懂罗马字吗？如果老师这样子，小文你会讲？星系努马古。哦，以内国星系努马古。好，那下一句。古西杜嘎古。真的耶，棒了。那如果是我们迪丽在嘎古这样子，棒。哎，美玲你会说吗？还是你去忙了？他去忙了啊？那我有啊，我还在啊。啊，真的吗？感谢你耶，你还在哦。感谢有你的支持，好。来那个什么，白那样好，男性哈，男性，我已经把那个答案说出来了。改造是男性怎么说？我刚才已经把它说出来了。Upain na yan, si Katsao. 哎呀，然后呢，那个谁？
黑暗吉巴奈，哎，你讲话很有磁性呢。你在部落都是这样子讲的吗？还你讲话很有很有那个原住民的那个什么，就是讲族语很有到位，你知道吗？我可能已我经啊，妈妈不会讲国语，那真的娃娃和后面三路帮在。对啦对啦，像其实我的语言哈，就是跟老人家在的时候都会讲，老人家一不在，那个流失的很快，真的，我可以感同身受，就是以前我可以这样对谈，然后同步翻译这样子，就是他讲主语，我直接翻成中文这样。后来老人家一走的时候，你还要回想说，哎，他刚刚在讲什么，会顿一下。我觉得那个流失的比那个学习的那个程度还要快，真的。好，然后白色呢？谢谢白色老师怎么说？慢，哇白色塞赖，哎，刮扎来，有刮扎来啊，或是说刮扎来啊，什么？你可以讲海岸线，哇塞赖啊，ayam kuning 你可以讲你们海岸线的啊，你可以讲你们海岸线的，因为你哇海岸的话，哎，古古我们也叫 ayam 吗？啊，真的吗？哎，是哦，可是其实我们有一点像花莲那边的，哦，可能你们 Sanu Amisnya, Batu Asainya, Nani Tirai Ikalinku 那个瑞穗那边下来的。啊，对，那个什么，因为可能是瑞港公路那边迁徙过去这样子。海了解。百拉顺那边的。哦，因为那边有一个瑞港公路的话，就是一出来就是大港口跟那个静浦嘛，然后就往东。哦，就我们那就像边有一些话很像花莲的。对啊，对啊，所以你刚刚讲的时候，我有点讶异，因为我听台东的大部分都叫古古这样子，就很我老像什么公他们叫古古啊。哦，了解。因为像我嫁到玉里那边都是从南竹湖过去的，所以有时候那个话就有点偏海岸线。虽然说那个地方是就是海岸线跟我们光复乡迁徙到过去，就是从打发路那边、沙豆那边就沙劳那边迁徙的跟南竹湖。后来我发现就是它着重在那个海岸线了，就是南竹湖的话了。就是已经，对，比较没有沙扰的那个口语了，对，还是有啦，只是会听到，只是说你会偏向于海岸线这样子。好来，我再来I am 古尼哈，正式，那是呢？那怎么说？古拉。再来啊，ayam 古拉。哦，对，那这是狗，黑色的那怎么说？Kutingai awazu kura。对，那这是呢？这是狗呢？这是黑色的狗。Kutingai awazu kuning。哎，对呀、你知道我们那个秀姑峦叫怎么叫啊？我们叫做吉尼岸呢。我刚开始讲的时候，我们叫吉尼岸，吉尼岸的。给你看。哎，我写一下哈，我回到那个，因为用讲的可能你们会不知道哈，我写在这里哈，等一下，它这个是给你。就是这个字，给你按，我们是用这个，这是，然后那是呢，给他按，很奇怪哈，这个我们叫做给你按，就是这是，然后那是呢，就是给他按，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就尽量简化，因为你语言你弄得太复杂的话，小孩子他就会，马杜嘎，他就不想要去写，说我怎么那么长？就是尽量找比较简单的这样子。好，我回到那个大荧幕好了。好，那太阳哈，太阳呢？那是太阳。
乌鸡蛋古拉，那是月亮呢？来这边由你们回答。五鸡蛋古拉，月亮啦，月亮那是月亮，因为我已经讲那是太阳，阿古那是月亮怎么说？佛意古拉，你在讲星星呢？我说月亮哦，月亮哦。我打我打我，啊，古拉，对，古拉古拉，古拉，我意思星星是星星，我这边没有教哈，没关系，没关系，嘿，互相学习哈。那个 for is 是星星哈，哎，你们海岸线也是叫星星，叫 for is 吗？是哈，古拉古拉，是哈，很棒哦。好，好，太阳出来了呢，怎么说？可以回答我吗？马萨塔，马萨塔多古吉海，很棒哦。好来，那今天下雨了呢？我应该还在一个阿尼尼才对哈。来，今天下雨了。马马乌拉多古鲁米阿，哎，对，或者是说啊，马乌拉的古鲁米阿尼尼哈，我后面没有阿尼尼，阿尼尼，我没有加阿尼尼哦，应该是那个脑袋瓜已经忘记写了哈，阿尼尼哈，现在，然后我只有讲今天哈，我只有讲说今天下雨了，好，马乌拉的古鲁米阿尼尼哈，我后面没有加哈。好来，秦龙还记得吗？秦龙还记得吗？马拉洛七五赛，哎，七五赛哈。那懒惰呢？懒惰呢？马杜嘎，哎，马杜嘎吉娜哦，很棒哦。好来，高呢？还记得吗？哎，达格劳，这个绕吉纳莫，然后呢？矮呢？还记得？矮呢？波勒，不恩呢？怎么样？哦，好。怎么样？不嫩好。那上面还记得怎么？哎，上面还记得怎么说吗？上面发热，或是说爸爸二哦，来，伊拉古汉那伊沙发热，哎，或者说伊拉古汉那伊拉古汉那爸爸二，这样你可以把那个蓝色的字给忽视哈，因为那个只是我加注进去的。好，那下面呢？伊拉古主嘎伊兰诺，哎，对，很棒。哎，对，或是说一把然后好，学习呢？米族拉或是米迪利，嘎固以国小，这样会吗？哦，好来，下课了呢。巴罕汉都，给到。我刚刚学那个老人家，哦。哎，把憨憨都给到，我们下课了哈，快了。好，再给我做一题。好，那我6点起床怎么说？下课了，最后一题了。很嫩古为内啊，麦不